我还最怀念就是这个韭菜这样子。汤。对。所以怀念的是喜恩，怀念的是这个汤，我才是这个汤圆。我很久没吃这个了呢。好吃。哪个给我吃嘞？好怀念。我觉得这个汤才是客家人的味道。哦，对，重点是汤。对。这个汤，你们喜恩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小颗的，然后红白的，对，煮咸的，那第一白铁腿白色豆，吓傻。怎么说？我看到红白汤圆旁边飘香菇。哦，对啊，那我最喜欢吃香菇哎。哇，第一白宽豆真的很震撼哎。澎湃，还有那个虾米。嘿啊，还有芹菜，芹菜，对，芹菜，然后韭菜。嘿，对。刚刚为什么你会选？我们这个误会了啦哈。没关系。但是你很喜欢的那个咸汤圆，昨晚我选给那个，对你怀念是来自哪里？我觉得就是这个怀念，就是会让我想起我以前我奶奶啊，对，她已经离开了，但是以前我们小时候这样逢年过节就会有汤圆，我奶奶就会搓汤圆，但那搓汤圆，因为我们以前是大家庭，所以很多只要那时候家里谁有空谁有在，就会全部被叫过去一起搓汤圆。哦，对。那我们以前搓汤圆，我们小朋友会过去玩啊，也会这样子一直在搓，觉得很好玩。然后就会拿一个大竹篓，然后满都是汤圆，有红的有白的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真的会是很好的回忆耶。对，那当然后期我们就父亲这一辈就开始就已经分家这样子，但是我脑袋中很怀念还是以前大家庭的那种很快乐的时光。对。哎，姑送黑酸大家庭长大哎。对。哦，这些时间就是亲戚都住在附近。对。大家庭长大还蛮该干不搞啊？大家庭长大哦，当然就是说人家大家庭还是有很多的，就会家务事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很热闹的。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务农的嘛，那很多时候都喜欢大家一起做事，大家一起做，我觉得那种感觉还蛮好的。对。然后当然还包含就是说，亲戚间大家的感情是很热络的，不会像现在其实怎么样就是自己小家庭。那有时候因为像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是很重要的啦。